后来，这个疫情的境界降级，台南的十个文创园区嘛再度来开放，尤其是上届震撼，民众上届爱看的十个吉乐团嘛来恢复着演出。那演出者会专程来挂翠安表演，大家咧观赏的时阵，嘛要配合防疫规定。相信有真侪乡亲一看就知讲，这就是上有名的十个吉乐团的演出，即马已经搁再度开放入场欣赏。只不过无论是演出者还是观众，拢要遵守防疫的规定。我们是梅花座再加间隔座，那也希望各位就是游客朋友可以放心的来观赏我们的表演。相信有真侪乡亲，伫经过这段三级警戒期间，拢真怀念这个震撼十足的演出。即马大家都应该使趁降级的时阵，过来欣赏啊！同时嘛，互这辛苦挂吹暗的演出人员一个鼓励。